片，就是讲好歹哦，而且袂错就讲好歹无咧分啊。哦，有当时啊好，你甲讲做歹；有当时啊歹，你甲讲做好的。哦，这叫做美丑不变啊，哈，不棒啊，哈。那么放纵自己，贪钱、贪财、贪色、贪得无厌，自其灭亡。我遮呢用碉王武德。哦，这个碉王呢，伊成就碉王的一前，他对国家、人民都是有贡献的哦。哦，啊，袂伊要带咱成就碉王，敢是安尼？哦，有他成就的因缘。但是，伫伊做碉王过来骄傲，为啥讲碉王无道？因为伊个是非不清，荣辱颠倒，哦啊，美丑不办，哦不变，哦放纵自己，贪钱贪财贪色贪得无厌，所以伊做15当15当，哦，所以讲呢，则受劳役之灾。那么呢，善恶有报。善恶有报，就是讲有当时啊，伊用骨无法度啦。为若作奸犯科，是敢会请着书记去法庭，请着书记法庭了啦。你看会当减刑罪，看会当无罪，甲这样。哦，但是你伫勇敢有即个会当会当减少着用骨的制裁，但是你减少着你。伫阴间减少袂了着哦，你逃不掉阴间的果报啊！好，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咱一定爱去注意哈。那么这里济公活佛甲伊讲鼓励啊，修办道的人呢，爱许一点仔无念，所以讲呢，苦其心志，恶其环，空法其身。各位先生，你要有这一种的意志。哦，一定会遇到困难啦！哦，因为咱讲天下无白吃无参嘛。哦，你要成就佛，要不要打仗？哦，就亲像一块石头啦，一块石啊，一块茶啦，甲菜叶啊，你敢要摆？无即摆吸做泥土，不管中年，大家来摆。啊，你今天要成就佛，你要打造你自己嘛，修炼你自己，眼耳鼻舌嘛，身意嘛，哦。所以讲呢，若不受磨练，如何天之着勇架刚毅之气呢？哦，只有在困难的环境下，让天出着你的地位甲必行。德性是你要去练就的哦，不是用讲的哦，哦，不是用讲的哦，哦，有刚刚经历很痛苦，你今天在修行，你觉得很痛苦，还是要走过去。各位先生，为什么？你若伫迄个时阵感觉痛苦停了啊，你就是这样。你没办法达到了脱生死，哦，所以讲呢，你要走过去，走过去就是你的，哦，天人说不能练，才会当才能对，才能够有成就，所以讲呢，咱一定要注意。第二点，可能因一时飞龙在天，以骄傲自满，陷入了着旷容幽晦的雾气。伫周易，是讲伫易经内底运动了着这个智慧，不但对五面奋斗一生有足大的作为，那么呢，也就是讲，伫咱飞龙在天的时阵，自大狂妄的时阵，会当做咱的照明的价值，就是讲有做照明的价值。伫人生各阶段，你会好的成绩，甲你一帆风顺。伫迄个时阵呢，一骄傲，会产生骄傲啦，毋是讲一定会啦，不能这样讲啊，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这个易经呢，不思维是一副良药，一味不可缺少的清醒剂啊。那么呢，天卦功名因心天地。足莫经营一生，各位先生，无论在后天先天都是一样。易经不是针对修德人，它是针对这修行以及我们在人生当中，的哲理，所以讲的万事不是袂当求，而是不可强求。用淡明心去看，去看清家己。所处的位置，你的位置
是高阶的话，这个还是在后天都是一样哦，宜人则人，宜进则进，为而不忘，谦而不卑，知进知退，理智清醒，才能任凭风浪起。你若会当理智清醒的话，那么呢，这个风动起的时阵呢，其实你还能够稳坐钓鱼台。所以讲，伫修道，兄弟姊妹，咱要甲带去底去，你自己要清楚，你一定要稳重你自己，你的理智要清楚。啊，若袂兄弟姊妹，你甲带去底去，修是要会当了脱生死啦。但是呢，你如果甲带唔对去，佫是自世法的话，那这样就是罪过了所以讲呢，咱会当稳坐钓鱼台，守志非法，孝道一生。歹势，已经都过问时间比咱有较谦虚寡。咱甲真经理超过10年斤，那么或许财师学浅咱们伫这个桂林呢有所不足，那么不足的呢希望我们付钱人以及各位点人在座各位浅显大德呢会当甲或许积德如果不足的所在呢请大家多多原谅。或许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圆满无畏感恩。